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大甲镇南宫甲白沙屯宫殿宫在今仔日拢宣布讲，配合政府防疫进行活动先来暂停。行政院宣布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4月战绩提升到1级开设，由陈时中继续担任指挥官。第32个感染者是非法的外籍看护，伊伫确诊进前有照顾其他患者，佮拍走，恐惊会变做防疫的空棒。人讲3月小马祖也因为武汉肺炎当日严重，真侪人拢烦恼讲进香的活动敢会发生群聚感染例。大甲镇南宫甲白沙屯宫殿宫拢在今仔日对外宣布讲进香的活动先要来暂停。内政部长徐国勇伫下晡也亲身去跟隧道写。另外，当日绕境的龙德宫四马祖也缩短绕境的时间。台中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严肃宣布，国历3月19的大甲妈西境进香延后举行。今年大甲妈的这个绕境延期来这个举办吼，嘛全力来支持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啦吼。无啦，哪有啥物压力？无啥物压力啦。到这时阵，大家这个安全上重要啦。妈祖是慈悲的，是要救人的啦。大甲妈西境有200年历史，3摆因为战乱甲社会无稳定停办，这摆受到武汉肺炎冲击，是史上第2摆因为疫病延期。明日宫廷宫白沙屯妈祖原本也有定伫3月24起假，西境去北港进香，已经数万名信徒报名参加。不过伫外界积极之下，27早起也做出暂缓延期的决议。3月24号出发，那个我们就暂缓实施。看有开始之后，我有感觉是确诊，所以延期那个措施 OK 了哈。对大家镇南宫甲苗栗宫廷宫为防疫暂停8年传统决定，内政部长徐国勇亲身去表达感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在记者会中表示感谢。马祖慈悲，延期就是为了照顾我们的子民。在严董事长他希望就是说能够跟我们来参采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专业的意见。那我也很清楚跟他讲说，现在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风险，我们认为很高。宗教界的领袖们，他们还是有一些很好的社会的经验，那有一些相关的智慧，所以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问题能够处理得很妥善。桃园龙德宫数码会到鹿港天后宫挂会延香活动已经是第6天，外界批评声中烦恼正做武汉肺炎防疫破口，庙方也紧急改变行程，17下晡提前登来北部。我们再走第6天，我们就要回程了哈。那永兴宫走完了以后，我们第6天我们就会坐车，所有的人都会坐车。我们1天要用，还是要走，还是要把它完成的哈。台湾民间重要宗教庆典3月小马祖，拄着严重武汉肺炎疫情，为南甲北每一间宫庙唔是规模求水，就是延期或者是停办。为政府到民间拢真细致，都惊人群聚集了后造成真歹挽回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北港朝天宫的妈祖，本地伫29要去到花莲，甲当地圣南宫圣庙做伙出巡绕境。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主办单位伫昨也决定讲，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先要甲绕境的活动先来暂停。为了要让今年北港朝天宫的妈祖事件会当更加扩大，伫去年也未发生武汉肺炎疫情的时阵，北港朝天宫就甲花莲吉安宫圣南宫计划伫29来一场双马出巡。因过惊发生群聚感染，决定要暂停。在今天取消了2月29号北港妈祖东巡到花莲去绕境，配合政府的政策我们希望把这个疫情赶快把它解除。听讲要取消花莲吉安乡圣南宫的信徒真唔甘，因为花莲大大小小宫庙已经传了过外个，庙庙方向妈祖跋杯问了，也是决定要暂缓，大家也配合。觉得很可惜啦，那么久才有这个机会啊。我们最后的决定是由马祖用圣杯来指示然后我们尊重马祖的指示，就是延期。根据花莲县政府的资料，这边婚联总共有700多人要来花莲参加当巡，
因为是8年来第一遍，所以也有来自全国各地信徒差不多2000多人报名。那取消一定会减少观光收入。观光的部分的话，或者是这个消费的部分，当然会有一点点影响啦。但是基本上的话，我想那个民众的安全还是列为考量的一个点。花莲县政府讲，花莲目前也无确诊个案，所以是参考卫福部各地疫情资料。则希望能经公庙活动暂缓，因为马祖西境上重要的就是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国内第32例武汉肺炎感染者是一位非法的外籍看护。这个看护最近捌去过台北车头，以及到真侪公共场所。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公布，伊捌去过所在，也提醒民众，若去过这寡所在，就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另外，针对武汉肺炎的假消息，相关会当罚到300万，也要罚关3年。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日也将意大利的旅游建议提升到第3级警告。伫国内第32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是一位非法的外籍看护工。目前卫生单位将掌握到的接触对象，包括看护工伫2月11到16，伫病照顾第27例确诊病例的老先生。以来接触者有148人，采检116人，全部拢是阴性。2月19到24到另外一间病照顾病人，接触者是23人，已经采检18人是阴性，其他还佫伫检验。验过这个个案，伫咧2月16到19，8坐机灵车到大坪林捷运站，转捷运到台北车站。如果坐305客运拿38号来回伊的客机，也捌到台北车站地下轨西轨，坐捷运淡水线加板南线到龙山寺，也佫捌去大旅馆。加长工退房了，如果坐火车去树林火车站，并且送伊的朋友去坐高铁，19搁再坐捷运到景安站，坐机灵车到病照顾新的病人。有几多所在公共场所活动数可以厘清、可以掌握的，我们当然就先掌握。好，但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好，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公告出来，让大家能够提高警觉。不过，有好消息，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有9例已经解除隔离，其中第11案例是武汉包机回带大伤。我们都是裁剪了非常的多次。好，那也从阳阳阴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经过专家的会诊，好，我们就是说它可以解除隔离。因为之前有真侪武汉肺炎相关的假消息，造成民众的惊吓甲混乱。对此，内政部讲已经将疫情假消息列做重大案件查办，除了会让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万以下罚金，也可能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总共查处的案件有116件接着有116件，那目前已经有移送了这个77件，107人。告诉嘛，国内武汉肺炎的通报总共有2086人，包括32名确诊，有1个人死亡，2024人排除，其他依然伫咧检验中。另外，伫国外意大利最近的病例数加死亡病例快速增加，指挥中心宣布提升意大利旅游疫情建议到第3级的警告，提醒个人无必要卖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第32例武汉肺炎感染者是一位非法的外籍看护，伫伊也未确诊以前，也有照顾其他患者，而且伊也四界爬走。有专家也烦恼讲，伊会变做防疫的空帮，而且伫台湾要真侪义工。5月就是因的开斋节咯，若准是举办大型的活动，就有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不照顾一位80几岁武汉肺炎确诊病人的非法外籍看护也被感染。因过伫咧确诊进前，又个捌去另外一间病照顾病人，伫这个期间也试过坐在种运输，有医生就担心疫情可能会脱离家庭群组传播，进入社区。他是非法，所以他有任何疾病，他也不想看医生。再来呢，他又接触到很多他可能是同乡的外劳，可能礼拜六、礼拜天他们都会接触。那这种非法的通常是打零工啊，所以他会接触到很多病人，所以这个在医院呢也容易引起院内感染。移民署统计到今年1月底，伫台湾失联的移工有48545人，其中印尼甲越南的移工上多。即便武汉肺炎确诊内面出现非法的看护，也互各界关心到失联移工的防疫问题。病院内面非法移工未少，因为介绍家属，真侪家属拢会跟请，不过病无法度列册管理。感染管控也无受过训练，可能个防疫网出现漏碰。通常就是平常没有去管，那疫情出来就变成一个破口嘛。所以未来政府对这些非法的
外劳的这些管理再去处理。若是休假时阵，真侪移工拢会伫咧台北车站或者是东南亚商店街、小食店即寡所在聚会。像台北市外籍移工差不多45000人，其中印尼籍有4万人。即马5月底开斋节，到时人会更加多，惊讲会群组感染的风险。台北市劳动局就呼吁移工尽量莫去大型的活动。不过，劳工团队讲，对移工的防疫，政府伫咧网络实体多个委员的文宣真少。各个团体里面其实也都在处理这些事情，可是其实反倒是比较少见的是政府的宣导。如果说防疫如作战的话，卫福部起了这个头，劳动部并没有跟上，在双语的宣传上不够。劳团讲，发生武汉肺炎疫情了，真侪头家是直接取消外籍干部每个月1天的休假，基本路款受到影响。希望政府伫咧防疫嘅宣导文宣相关消息，拢应该同步翻译成做多个语言，互移工快速得到资讯，做阵防疫。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在今日宣布讲，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层级提升到1级，由陈时中继续来做指挥官，日后也会请各部会副首长来参与会议。另外，总统蔡英文也讲，疫情的严重，就要量早准备，相关的法律已经施行，就要整合政府的资源，做伙来对抗病毒威胁。虽然台湾目前的武汉肺炎疫情即个有零星的社区感染，而且拢是家庭群组事件，不过为了要超前部署，行政院长苏贞昌立即宣布，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层级提升到1级，但是中依然是指挥官。有消息人士就讲，早伫咧26国安高层会议就已经有共识。预防社区感染的准备，所以院长在院会当中听取完陈时中部长的简报，就同意把我们的指挥中心升高为第1级。同时，院长也在现场表示，由陈时中部长继续来担任指挥官。根据卫福部的疫情指挥系统启动机制，本来是2级，即马有确诊比例提升到1级。指挥官由行政院指派，也有关层级。指挥中心的常态会议由各部会副首长责任参加。苏贞昌也下令各部会成立武汉肺炎小组，由部会首长亲自监督指导，未当让疫情扩大。蔡总统也认为要超前部署，对抗病毒。既然法律已经上路，预算也即将到位，我们决定超前部署，防疫指挥中心将提升为1级开设。我们会用全面整合政府资源来迎战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蔡总统也希望国会赶紧通过特别预算的草案，强化防疫加速军能量，也特别设置第33化学兵群，为免因辛苦执行武汉会谈，抑个全球公主号包机的消毒工作，也强调防疫如同作战，要做到完全无浪碰，建立一座坚强的防护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两花包机目前是拢无结果，可再加上疫情带有血友病囡仔甲因的妈妈是对中国成都返来台湾，留伫武汉的台湾人也要想要用这款的方式返来，为着卖互防疫有空芳，内政部已经甲1600外个留伫乌北的台湾人做票据，因必须爱坐专机才法度返来台湾。2月7日清暝，留伫武汉247个台湾人坐第一批包机返台湾。2月1日，泉州公主号船顶19个台湾人坐华航班机返台湾。台湾政府希望武汉第一批包机复制行兵模式。2月24日暗时，血友病少年甲伊妈妈经过成都摕咧返台湾，出现第3种回台湾的模式。武汉目的站开城4点钟，为避免出现防疫破口，内政部已经对1694人进行注记，未来可能坐专机返台湾。在1月23以后，已经是前往湖北去中国，那一直都还没有回来。我们整个筛完之后，总共有1694笔。那这个部分我们全部都特别去做了这个湖北的注记，所以这个从湖北回来的就要遵守疫情中心所有的规范来做这个国门的进出。这样，那这段期间有没有国人从武汉离开？我们政府还在持续的相关的了解。两岸包机问题经伫遐，中国将原因撒互蔡政府，各大班机下中国台湾网各批评，留伫河北台湾人是台湾当局的政治牺牲品。总统马英九我真侪摆呼吁，胡锦涛超越政治，绝对无干涉指挥官指挥疫情。按照我们国际法，也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可是却不能够回来，这就很明显的就是不公平，有歧视之嫌。
马英九真侪摆对武汉包机发表看法，认为身为前总统应该讲的话还是爱讲。另外，澳门已经10天无新增加病例，有澳门学生期待政府赶紧解除暂缓来台禁令。不过，陆委会强调会甲疫情指挥中心去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南韩的疫情也当咧严重，咱的政府也讲，对今日饭店开始，只要对韩国回来的台湾民众，拢爱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因若期望是提早到台湾，是要安怎算呢？疾管署也讲，以到的时间为准。民众挂行李赶回来台湾，到韩国回来爱居家检疫14天的新规定，27开始。不过，真侪人拢已经甲心理准备做好，因为烦恼讲以后班机无要飞。我们也是去韩国实习，然后突然间班机都被改，所以我们改了4、5次，最后才改到今天回来。不然是好像听说之后也回不来，因为改的时间实在太赶了，所以就是只能改到今天而已。桃园往回韩国的航班原本有47架，日期有37架取消，高雄小港有14架是全部取消，会当顺利回来，乘客总算会当放心。不过一班原本定伫日期暗时12点25分到桃园的韩国班机，2日暗时11点51分就到位，比新规定的日子提早9分钟。为了机面顶38乘客随往事先摕到居家检疫书，不过不袂清楚讲这到底是要算检疫，还是要算自主健康管理？还是要居家检疫啊？对啊。为什么？发单子，他发过什么单子给你们？居家检疫的单子。署委疾管署表示，以9月的时间为主，不过也是有民众决定要家己来做居家检疫，保护家己，嘛保护身躯边的人。高雄小港机场嘛伫咧巷的外口设采检站，由高雄中街甲高医生台等等南部6大医学中心，共同组成防疫团队来驻点，针对有发烧、呼吸道症状的入境旅客进行采检。我觉得设立这个筛检站很好啊，可以减少一些风险。因为如果有医生还有护士，那就比较快解决问题。因应疫情，华航除了互全航线挂喙安执行勤务，针对两岸、香港还有韩国航线等等旅游疫情第3级警告区，嘛宣布客舱组员伫咧执行勤务的时阵，会当挂目镜避免因为烂手转来划着。记者综合报道。伫南韩的武汉肺炎感染者，伫17天佫增加505人咯，累计到单的病例已经有1766人。上届严重的大邱市，唔但欠水安，也欠医护人员，也因为新天地教会集会活动造成真严重的群聚感染，有236年的天主教会也先来暂停因的宗教活动。南韩武汉肺炎的疫情，逐天拢增加数百名的患者，特别是东西区大区市的病人，占全国病人的人数60%，出现了欠医疗物资甲卡手的状况。大区市长嘛宣布会提供350万的催安，嘛拜托医疗义工到3工。 제가 지금 집에 마스크가 5개, 6개밖에 없는데 지금 이 코로나 바이러스가 제가 봤을 때는 한 3월 말까지는 계속 될 것 같은데 지금 마스크가 사도 부족할 것 같고 더 필요할 것 같아요. 의사, 간호사 등 지역의 의료인들에게 호소합니다. 환자 치료를 위한 의료 인력이 절대적으로 부족합니다. 특히 간호 인력의 추가 투입이 시급합니다. 자원봉사자로 적극 나서 주실 것을 간곡히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南韩疫情拖伤紧，外国媒体认为原因是新天地教会的大型活动。虽然政府已经开到21万外的信徒的名单，也不过因为新天地进前的成员超过24万人，南韩政府预估还有超过7万名新的信徒无伫名单内底，已经要求新天地把名单交出来。 受到新天地集会为着肺炎的影响，南韩的天主教堂16个教区20多天以来头一摆决定暂停弥撒，有超过40个国家对南韩采取旅游禁止令，禁止南韩民众入境，也是停飞到南韩的班机。 정부는 금주 초부터 중국 웨이하이, 선전, 난징 등 일부 지역에서 중국으로 입국하는 우리 국민들이 호텔 등에 강제 격리되었다는 사실을 인지한 후 해당 지방 정부 및 중국 중앙정부에 시정을 요구하고 있습니다. 但是美国甲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过去毋捌因为北韩的威胁延期也是停办，这个因为已经有驻韩美军感染肺炎，嘛决定无限期的延期。伫日本的肺炎疫情嘛出现了新的状况，一名台版的女性导游，这月底去为着肺炎治疗了后出病院，即马又搁逼出第2届为着。台湾府政府已经展开调查，要确认是病毒藏伫体内脱开感染，也是搁一摆互外界为着。记者林世彤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北市有一个30多岁查甫人，第2日就开始身体无爽快，而且佫溜溜啊发烧，家己食一寡便药啊就去困，说伫2、3就来往生。警方照听事有通报讲爱检验，检察官也认为讲死者是去治疗武汉肺炎，相关单位却拢无来检验，家属也质疑讲为虾米唔做咧，害因拢无法度替伊办后事。伫议员陪伴之下，死者家属提出北检区的伤险尸体证明书，顶原写死因不详，告未准毁葬，互家属无法度办理后事。台北市一名35岁女性，70日小可发烧，家己食止痛药啊去困，说伫2、3过身。警方疑定司保险，检察官怀疑可能是为着武汉肺炎，都刷到殡仪馆等候勘验。毋过5天过去，检察官只伫24到场翕相，无后续处理或者是检验，家属是真不满。就是过世的前一天晚上有轻微的发烧，37.9度、38度，他这半年也都没有任何旅游史。我们没有阻挡你们来验，那为什么不来验？那到底检察官在等什么？报刑事相验，刑事相验完了以后，这一部分再来，后面我们就不清楚了。就不清楚了。是。家属质疑北检为什么一直拖？毋过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北检2、3有敲电话问死者是毋是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甚至通报确诊个案，所以是毋是要求法医赶紧采集检体送检？卫生局真低调，只讲尊重司法专业，会阁问北检是毋是需要协助。他如果有怀疑的时候通报，然后采集检体，那通知我们就是会积极的，就是急件去送去检验检体这样。北检强调，卫生单位汇报这个案并非传染病个案，无法度到场检验。北检考虑死者生前有发烧，虽然无重大或者是慢性病史，毋过家属无提供死者相关就医记录，死因无法度判断。工作同事要人拄出国等个台湾，会进一步解剖确认死因。记者综合报道。这消息是风声放映，对正月23到今，刑事局相关的警察机关针对这消息已经移送77件107人去查罪了。最近伫网络个人伫咧乱讲，台湾的感染者已经超过500人，也已经死200人啊。调查局也讲，怀疑是中国网军伫咧乱，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乱传，如准啊乱传，共款爱查罪。伫个人面册普文讲，家己厝内的社区有50例感染，而且有2、3个人死去，还佫有亲戚送回去屏东体育馆，结果内底变做临时便医。刑事局接到举报，这寡拢是不实的消息，而且发文的人可能毋是台湾的人民。这些 IP 是从境外入内比如说保安尸体等这个简体字等这些用词初步研判是陆方人士所为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所传出来的风声，伫咧社群被大世界拢有。对1月23到今，刑事局等等的警察机关针对假消息的案件移送77件107个人。调查局指出，拄阮爸爸是民进党议员甲政治人物开讲，讲到台湾确诊超过500例，死亡200个人，佫有朋友亲戚住伫咧蔡英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厝的隔壁，睇到全台湾累积3000外个人确诊，佫有因表小弟伫咧殡仪馆食头路，最近逐工拢有真侪遗体送来，就连李前总统嘛感染。这寡不实的消息，常常用台湾的代志、政治人物佫有地名，内容看起来拢差不多，要讲啊要讲。有一些共同版本或是版本的变造版相关的网页呢，文字是简体字以外，那它本身呢也是一个疑似机器人账号，就是所谓的人头账号。所以我们认为说，可能是大陆人士有心刻意去制造武汉肺炎的不实讯息，想要干扰我们的防疫的疫情。除了安尼以外，也是有人提真侪年前的 SARS 事件出来讲。刚刚看到和平医院为了防止 SARS 而封院，锁定蔡姓男子涉案。经通知到案说明后，全案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互大家拢心惊惊，警方嘛提醒，千万唔通转传或者是乌白相信这寡不实的消息，才袂造成社会的惊吓，而且嘛有可能因为安尼来犯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的开发案，面积有302公顷，顶年6月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查修正通过，目前伫台北市都委会进行有效的计划审议。不过支持甲反对民众伫下晡拢来到台北市政府的大门口抗议甲陈情。
举白色的布幡，100多名反对社主岛开发的居民去台北市政府门口，搁一届强调反对的立场。社主岛开发案面积有302公顷，市府要推设区段征收，一直无法度处理。面对政府要甲因征收土地，民众讲台北市府要逼因去跳河。为什么柯文哲一定要征收？让我每天晚上都不敢睡，强制要征收。我们这些老的去跳淡水河跟基隆河就好了。来学院的政治大学地政系教授池世荣批评讲，台湾到今也搁咧实施19世纪的威权制度甲区大征收，这敢是咱民主的台湾？自己的家园被拆了，自己被迫流离失所。不过支持开发案的居民，嘛招民众做伙来，强调讲社主岛建建50年，环境复杂，即嘛总算有5万，呼吁台北市政府赶紧通过，若无恐惊就要灭岛。目前少年90%拢走出去啊，学校是空空，里面等于是将近空城了。如果再拖下去的话，我们社子岛真的会灭岛。拜托人家台北市这官员啊，请救救阮社主岛。下晡2点开始的会议，社主岛排伫第3案审议，支持方指控，反对者大部分拢毋是真正的居民，搁乌白风声假的消息。不过，反对征收的代表讲，捌参加过听证会，会中敢若有3.66%的人赞成，所以反对开发才是侪人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咱来关心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第27天所公布的死亡数字是29人。中国的传染病专家钟南山也表示讲，有信心伫4月底甲疫情压落来。另外，伫香港在今仔日又增加一位北去过活动的感染者咯。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武汉肺炎疫情27公布上新的数字，过去一天新增加死亡人数是29个人，是2月份以来上少的一个。看起来若像疫情较稳定。中国抗 SARS 专家国家卫健委组长钟南山嘛出面信心发声，表示甲进前团队一切共款，2月中达到高峰，了后数字会大大降低，有信心4月底会当控制掉咧。而且嘛表示疫情无一定是对中国来的。也可以这么说吧，就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他们的预测是最少5月底，但是我们的预测4月底基本控制。钟南山阁表示，中国除了武汉市以外，并无出现大规模的流行，重点是要安怎及时诊断。虽然真有信心，毋过中国进前就传出加价发生群组感染的消息。司法部2日嘛证实，全国3个省有5件加价出现武汉肺炎的疫情，总共555例确诊。嘛表示加价管理甲防疫工作确实有漏交的所在，嘛出现一个确诊的受刑人，伊刑期满出狱了后，直接对武汉赛车登去到北京的个案。防控措施落实不及。工作中存在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義問題。若是香港疫情嘛繼續在拖，而且新增加一個確診的個案已經92例。這個70歲的負責人捌佇咧2月初去過北角的付費活動，目前有35個捌去過活動的人接受檢疫，還有160個人接受醫學監測。咁跟住就見到我哋新聞就關於北角福慧精舍嗰度嘅情況啦，咁所以佢就打去我哋嘅熱線啦，咁就送咗去聯合醫院，咁今日咧就確診嘅。香港確診的人數繼續在增加，即嘛有5個檢疫隔離中心無夠使用。香港政府預計開工費1.9億，在咧德高灣區檢疫隔離中心，地點前往迪士尼樂園的停車場增加上無600個隔離位，預計5月份啟用。另外，香港政府嘛預計派頭一隻包機，甲第一批532個防留佇咧武漢的香港人接轉來。若是有意思要轉來香港，愛佇咧2月下晡6點進前登記。轉來香港了後嘛，必須要去檢疫中心接受14天的隔離，不離個時間還未確定。記者綜合報道。在咧歐洲的意大利，因的武漢肺炎也是真嚴重，目前已有超過400人感染，12人死亡。當地政府也下令封鎖北部12個城市，也要求最近有去過中國甲台灣的旅客入境了後，攏愛隔離14天。咱的外交部也針對意大利甲台灣列做中國疫區表達不滿，要求愛更正。另外，在意大利也出現攻擊中國人的事件，因為亞洲人的面膜真相同，就請民眾愛注意。一個亞洲面的查甫人因為防誤會是中國人，在超市予意大利當地民眾拍，伊一直話講家己是菲律賓人，最後才予過路人誘開。
意大利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在拖，二日一天就增加900个确诊病例，嘛，互各地出现真侪暴力攻击华人的案件。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一个意大利经商30外岁中国人，疑似伫北义的城市为陈萨加油，因为换钱的问题，互当地服务生拍甲老血流滴。伊的家后是真生气，伫网络打出报案的证明文件，强调讲无论开偌济钱，拢要请律师甲伊告死。罗马教务促进委员周成玉伫面册呼吁台湾侨胞爱注意安全。Soprattutto nel weekend di sera, perché qua ci sono tanti locali ed è la prima volta in vita mia che vedo questi parcheggi così vuoti, proprio incredibile. 意大利北部重灾区伦巴第维尼托12个城市封城，街头是空空拢无人，超市出现抢买物资的人，货架顶悬的商品风扫了了。意大利卫生部长紧急甲世界卫生组织讨论防疫措施，强调一切拢伫掌握当中。不过，意大利针对最近有去过中国甲台湾的所有旅客，入境了后拢要隔24天。针对意大利甲台湾纳入中国疫区。台湾外交部向意大利表达高度不满，将这个台湾放入中国的疫区之下呢，而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决定哦。我们已经于第一时间已经向意大利方面表达我们的高度的不满跟严正的关切，我们要求他改正。我们的驻处呢以及外交部，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要求意大利方面来更正哦。外交部同时强调，禁止意大利的猪肉制品入境，是因为萨丁尼岛爆发非洲猪瘟，因为科学的证据采取的因应措施，甲意大利停飞案无直接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病毒也拖对南美洲去啊！巴西第2日也出现头一个感染者。德国的卫生部也讲，德国的疫情有可能会大流行。目前全世界7大洲，敢若剩南极洲也无病例尔。武汉肺炎即马是已经拖到南美洲，伫巴西2日正式出现第一位确诊病例，患者是圣保罗州的61岁男性。这个月北去意大利疫情严重的伦巴第大区出差。O paciente chegou assintomático, sem nenhum tipo de sintoma febril ou de tosse ou de gripe. 目前巴西境内有20个疑似病例，因为当地拄好是热天，如果伫咧办嘉年华会，街仔路顶有几落100万人伫咧庆祝。当局讲正伫咧密切观察病毒传过的情形。另外，伫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邦2日出现新的确诊病例，患者是25岁男性，北去意大利的米兰。伫西部的贝莱因威斯法伦邦受一对红帽确诊，牵手也是幼稚园的老师。德国卫生部讲有可能造成国内大流行。Wir befinden uns am Beginn einer Corona-Epidemie in Deutschland. Die neuen Fälle in Nordrhein-Westfalen und Baden-Württemberg sind dafür ein weiteres Zeichen. 另外，伫美国境内武汉肺炎的总确诊数2日增加到60例。总统川普开防疫记者会，任命副总统潘斯主导对抗疫情。Because of all we've done, the risk to the American people remains very low. We have the greatest experts in the world, really in the world, right here. 法国2日出现第2件武汉肺炎死亡病例，也是第一位死亡的法国公民。伫丹麦、爱沙尼亚也拢出现第1件确诊病例。即马全世界7大洲内面，唯一无人感染的就是人正少的南极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东地区也开始互武汉肺炎病毒吞大陆。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宣布讲，暂停发予美加朝圣者签证，也暂停发签证予疫情严重国家的旅客。其他波湾国家也开始有防疫措施，目的就是要甲中东疫情源头伊朗切割清楚。أولاً تعليق الدخول إلى المملكة لأغراض العمرة وزيارة المسجد النبوي الشريف مؤقتاً. 沙特阿拉伯20日起以签证限制，将反各国穆斯林入境去麦加甲麦地那2个圣地朝圣，也阻挡部分疫情严重的公民入境，避免武汉肺炎病毒疫情伫境内扩开。全球18亿穆斯林逐天爱向麦加方向祈祷告拜。每年7月8月之间是为期10天的麦加朝圣，近8万信众参加，加上平常时任何时间拢会进行的附条件，拢互麦加甲麦地那今年人潮不断。不过，这项群众组织活动一向有卫生疑虑。2012年中东呼吸道症候群 MERS 已经互3国真紧张。面对来势真凶武汉肺炎病毒，更加唔敢大意。接获中东疫情中心伫伊朗，是个派省城库姆就是病例起源地。当局虽然逐天公布新增病例统计，民众却是高度存疑，欠税案也引起民怨。
The state TV gives us statistics, but when we go to the hospitals, we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died is much higher. I'm really scared. There are no masks in the pharmac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masks for free to the people. 过去几天，事业派人口真济，科威特巴人甲阿曼拢陆续传出新确诊病例，当中真济是为伊朗朝圣回乡的人。这国家宣布新的防疫措施，巴人禁止人民去伊朗暂停往返伊拉克甲黎巴嫩的航班。学校甲托儿所关2礼拜，阿联暂停飞去伊朗的客运甲货运航班。阿曼也祭出同款的措施，科威特取消国定假日庆祝活动甲体育活动。伊拉克的重要设置单元、宗教观光也受疫情影响。事业派圣城卡巴拉无人去，饭店拢倒去。先知穆罕默德孙的金顶梦也拢无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防疫，人人拢有责任，而且也真辛苦咯。在日前，疫情指挥中心针对着武汉肺炎期间，前线医疗人员拢限制因出国，确保国内的医疗人力是充足的。不过，伫下晡有国内的医师工会做会举行记者会，针对补助办法的有限，表示有疑虑。卫福部也回应讲，除了医护人员，要增加社工人员，只要是配合防疫率来取消出国的人，拢有补助甲补偿。大城化出口禁令法院欠点，看见受到侵害的口号，真侪医师工会代表下晡来疾管署头前表示，早起互邀请去参加卫福部召开的演讲会议。原本就是会议面顶会当知影出国禁令的法院依据、补助办法等等，想要到卫福部也是无讲到法规争议的部分，而且佫新增加限制到社工人员，引起医护人员的操烦。医疗法的这个就是它管辖的范围呢是医疗机构，其实并不是医事人员哦。那医师法主要能够相应的条文，主要能够规范，其实也主要是医师这样子的法源依据，其实还是非常残缺的。我们会十分怀疑，就是卫福部还有这个指挥中心到底有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法源，然后来做这个限制。在纾困条例里面并没有相关的条文，所以其实工会会质疑说，到最后会不会这变成一个空头支票这样？工会团体表示，医护人员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会当配合疫情进行休困的调整。毋过法治国家就必须要照法令，若不会产生更较侪劳资冲突。对这个代志，卫福部医师司表示，这个限外对象除了病院内底服务的医师人员以外，社工人员团体嘛有主动提出要6日起出国的禁令，若是排除诊所人员，主要是考虑到感染风险、人员复杂度等等。万不若是需要居家隔离、依赖感染的冲击程度等等，若是限制地区是维持不变，而且补偿的部分嘛甲标准放零。若是因为配合防疫的部分取消出国所造成的损失，拢会当互因补助或者是补偿。主动取消到其他国家地区，那么而产生的这一些损失，那么也予以补偿。好，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些更高的自主性来取消的，我们也予以补偿。另外，若是有医术人员原本已经安排结婚假，因为配合防疫转来取消出国的行程，指挥中心经过讨论了后，嘛要求病院佮开放员工的结婚假，特休到疫情结束了后，佮延一冬。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在今日通过600亿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其中有404亿是用来纾困加振兴的，针对着消费市场有20亿，文化部佮另外添3亿，互加文场所的消费有补助。另外，国民旅游交通部要列54.5亿，详细资料会搁再公告。就是加你们这2杯饮料，今天大概就只有做24杯。台北市永康街有名饮料店，生理零零清清，逐工营业额无到2000块，不过每个月店租却有11万。业者闭馆认为，店恐惊挡无1个月就要关门。店租真的很贵，对啊，然后现在再没有人的话，可能就撑不下去。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国内餐饮服务业零基基，甚至员工是百业萧条。行政院17真紧通过600亿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其中伫纾困甲振兴经费顶悬包含制造业、中小企业、艺文产业、农渔业、观光旅宿业、运输业、餐饮零售、商环市场等，总共编列404亿预算。法定预算就已经有结余大概200多亿，如果再加上5G 的一个收入，应该是不会到低于1000亿，都财源是充分的、足够的。
针对餐饮零售相关市场部分，经济部按省份消费优惠措施补助金额差不多20亿，另外便利行销活动设施经新改善经费19.5亿。文化部准备3亿补助民众伫艺文场所的消费。不过补助措施指挥中心倾向疫情稳定了后才开始，大部分的业者认为恐惊到时阵店头已经倒了。基本中小型餐饮可能会先倒一批掉，所有人的资金链其实都有断裂的危机，甚至我们是老店，我们其实都被冲击到。另外，也变的防疫补偿金18.2亿，卫福部表示，目前初估逐工防疫补偿金差不多800到1000块。下甲劳动部讨论，按算伫3月70日前决定防疫补偿金逐工发放的金额。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职业棒球伫昨决定讲，今年官方所举办的热身赛无要对外开放。台湾的职棒敢会同款办理呢？中职伫下晡也临时开会，决定20个热身赛开放球迷参观，不过要入去也是要磅体温，若准超过37度半就袂当入去啊。20场官办热身赛28开打，是要比较日职闭门交战，也是互观众一场。中职开临时领队会议，参详应应甲防疫。会觉得还是以安全第一啦，所以当时我们在自办热身赛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也是率先宣布不开放，好，一直等到这礼拜官办，然后才慢慢开始让球迷进来，因为联盟的防护措施也已经到位了。我们讨论看大家什么措施，什么再一起出来跟大家报告。以安全为优先考虑，联盟已经买一组军用顶级的红外线摄像机，官办热身赛甲日军赛事会设伫球场出入口。热身赛以军赛事各主场球队卡输暂时买无热像机，就用导针为球迷量体温。领队会议决定，官办热身赛球迷入场启动防疫 SOP， 了爱开幕战甲热身赛是毋是闭门拍，看疫情发展讨论。体育署长高准雄讲，有甲中职建议观众入场应用梅花座来运用。间隔距离前后左右是没有人嘛，然后5个位置，所以你这样的话，你的观众席假设是1万个座位席的话，这样的话是减少那个人密度太大。中职表示，确实6场日奥运资格赛延赛，例行赛都延到3月28。体育署指出，若疫情愈来愈严重，中职球赛袂当拍，无广告也无票房，会比较其他受冲击的运动产业，由经济部会体育署审核进行纾困。记者综合报道。在咧防疫期间，为了要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台南市政府也宣布讲，第228年假，全台湾医疗院所的医疗人员用证明文件，就会当免费去台南11大真出名的景点去遐行打。这也表示讲对这寡医护人员的感谢。武汉肺炎伫全球咧传，台湾嘛出现真侪较真病例，尤其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更加是担起守护民众健康的责任。因为安尼，台南市政府宣布，2028年假，全台湾的医疗院所等等的医疗人员，只要摕证明文件，就会当免费伫台南11个古迹佚佗。那其实上，防疫人员跟医护人员的话，这阵子大家都真的很辛苦哈。那如果这些医护人员刚好有这三天你没有排假的话，也欢迎大家都去。但是我们做防疫人还是以疫情为主啦，嘿。但是连续假期，台南市除了要互更较侪人来观光，防疫工作嘛要做较好。今日去台南的古迹，除了爱磅体温，酒精消毒嘛是一定爱做的。平常日加上已经开学，来古迹的人无多。根据文化局统计，台南市4大古迹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减差不多3成，嘛看出疫情的影响。台南市府指导提供医护人员免费入园，除了要甲防疫人员鼓励，嘛要互民众出来室外佚佗，互心情更较开阔。就人闷久会闷出病来。我知道我们的防疫人员工作起来压力都特别大啊，只要你是防疫人员，凭你的工作证或相关的证件，到我们各大景点去，你个人是免费的。台南市府强调，这道拢总有11个古迹会当免费入园，包括赤坎楼、安平古堡等等的景点，各场馆拢会开始做好防疫，把上基本的清洁工作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台东南怀山区的嘉明湖，去面真侪人去遐爬山。台东的林管处也统计讲，228连续假期，登记要去嘉明湖爬山的山友已经超过9成咯。呼吁山友就要做好个人防护，又就要配合山屋的防疫措施。
嘉明湖爬山的步道全长有13公里，山路是真行，风景嘛真水，是受到真侪爱爬山的人欢迎。虽然即马政府佮有民间拢暂停举办大型活动来防范武汉肺炎疫情的扩大，毋过到嘉明湖爬山的人也是真侪。行政院东部办公室副执行长黄宗凯，特家己去嘉明湖，发现真侪人来爬山，除了希望暂时远离疫情，嘛顺续练身体，增加免疫力。正值武汉肺炎的防疫期间。建议大家呢，可以趁这个机会亲近大自然，比如说呢，登山的活动，除了可以减少被传染的机会，也可以增强抵抗力。台东林管处表示，嘉明湖逐日的总量管制只开放176个人入去，今年2月登记入山的人数煞比去年同期减少1/3，可能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而且爬山的人拢改住伫个布棚内底，是为着避免人和人的接触。不过夜地只会当提供36个人来住，林管处已经做好山屋的防疫措施。体温超过37.5度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不要上山。那如果说在还没有超过38度以前，他要上山的话，我们会住宿的话，管理员会把他带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住宿。林管处表示，伫礼拜3天的连续假期，登记入山的人数也是各有391个人，超市总量管制的8%。林管处呼吁要来爬山的人，伫防疫期间要做好个人的防护，而且配合山屋的防疫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有台湾第一香口之称呢，就是小人香口，也就是台南嘉里金东店庚子年5条王招。信徒也祈求大天顺续王爷公来甲瘟疫赶走。除了有笔足真人的加工灯，质量国小的送工灯也对着王爷公来出巡绕境，真正是甲在地文化结合做伙。人大刀，电武功。台南嘉里区资源国小的囡仔兄囡仔姐，在刀工掩影之下，用现代元素连接传统的技艺，参与台南嘉里金东店庚子小人香口5条王招的绕境活动，以金狮结合送工灯，去到朱良里永庆宫、民安里定安宫，搁再去到嘉里的金东店等10外景的宫庙表演。在路上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阵头，那我们要怎么跟这些阵头做一个接阵的动作？包括龙啊，包括狮啊，或者是我们的宋江阵啊、白鹤阵啊，其实他们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顶头对焦对阵的一个方式哦。为着落实香口课程，台南主良国小唔那杀出指灵、金灵、金狮甲宋钢灯相关的课，囡仔也利用社团的时间练习，佮定定伫咧传统艺人的比赛得头名。即摆对香口顶头出巡，台南主良国小的宋钢灯也真做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学校因为咱这个新课纲，所以咱小朋友的生活素养、在地文化，透过咱这个香科，透过这个宋江镇，和小朋友有较好的一个学习。主良国小的宋钢灯到达成立5年，透过跳古筝、牙机啊等等，了解民俗艺人的精神，也借这摆的机会，把平常时的训练搬上舞台，让更较侪人看到传统艺文的精致，长咧本意。记者综合报道。大自然有真侪奥妙的所在，看到鸟仔安怎飞，就发明飞行机；看到赤查某一款草仔，就发明魔鬼念步。新竹市也甲科学教育馆做伙来办展览，也鼓励学生囡仔甲大自然当作是老师，找到自然科学的奥妙。哦，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你看它还转圈呢，别人还不会哦。甲家己利用纸杯啊做的飞行器，放在风筒内底，就会甲芳同款保持稳定的飞行，互小朋友算了是真欢喜。佮透过甲大象片啊学习模仿，互机械手臂功能更加强大。新竹市政府甲台湾科学教育馆合作，设出着模仿生物的展览，为生物中得到灵感，大自然学习中找到解决的方法。老师刚刚给你什么材料？用2个线，2个碗。那你觉得这个做起来，你觉得好玩吗？好玩。那处处都充满了惊奇、惊喜。那我相信爸爸妈妈带孩子来到这里，也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一个奥妙不管是动物、植物，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予很多很多的启发科学教育馆馆长表示，展览内容主要是为动物、植物以及大自然环境甲未来创新的方向，让观众透过大自然观察、学习甲操作，激发出创意的发明。
在老鹰的翅膀的这个部分，我们发现到说它有一些有翘起来的部分，有助于它的飞行。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在飞机利用这样的观察设计的时候，它的一个气流的上升，让它可以飞行得更快。好，这个展览中规划真侪活动的课程，配合主题，和大小朋友拢会使动作操作、观察记录，才会为大自然中生物灵感，发现到其中的奥妙。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伫咧瑞典的北部有一间全部拢是用边角做的宾旅馆，那阵好运的旅客可会当看到极光哦。瑞典北部一个宾旅馆，敢若是东卫世界为大门入去大厅，最近顶甲冰雕艺术拢真水，每间房间拢有伊的特色。其中一间的场馆是为北极光来的，内底电光色水会因为银角有变化，配合碧绿造型的冰雕，互人有坐冰车看极光的联想。冰层顶头有受皮，加上讲会当抵抗零下20度，真温暖的困地，吸引不少人来这大看卖。Oh, you were sleeping so well because of the temperature. Actually, you feel more comfortable with the temperature than I do normally in Copenhagen. 这间宾旅馆伫1989年创立，工作人员讲馆内温度一直伫零下5度左右，因当年拢会等附近河山结冰了后，再摕冰角打造冰屋，等到春天晒阳去了后就结束。不过因为全球暖化关系，因开始作业的时间是愈来愈晚。We need it to be cold in the autumn, so we want to start to build the ice hotel in the end of October. And if it's not cold then it's gonna run out of time because we. 这个换北极圈无解远的宾旅馆，逐年这几个月营运期间都吸引5万人，其中有2万人会带一案体检。若是幸运，可能看到真侪人追求极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出世场，当年差不多拢会发生10外界的崩死，因为抢救人员也混得甲真厉害，利用狗仔天生自然的材料，伫黄金时间内甲人找出来。这是法国阿尔卑斯山海拔超过3500公尺的地涅出世场。6岁的德国牧羊犬尼特罗，这一天准备洗放弃了后抢救训练的任务。志工扮演受困的人，先密入去昨挖好的坑，再甲坑封密，模拟洗放弃的情形。尼特罗用敏感的片仔找到坑挖开，甲受困的人救出来，圆满达成任务。洗放弃了后的3分钟到5分钟，受困的人活着的几率就会愈来愈低。像尼特罗这种救援的狗仔，坐直升机去到代志发生的地点，上紧嘛要5分钟至10分钟，所以救援的过程就亲像咧甲时间走标。救援的狗仔训练就要为细汉开始，一年大约要做1500届的模拟训练。训练了后，要互因介意的佚佗物仔当做鼓励是真重要。Dès qu'on a sorti la victime, bien évidemment, on s'en occupe, donc on fait les premiers soins sur la victime, mais en parallèle, il y aura un autre pisteur ou quelqu'un de lambda qui retournera dans le trou avec le jouet pour la fameuse récompense du chien. 不过做救援犬嘛是有年龄的限制，若超过10岁，就真好做这种粗重的工课。今年已经11岁的迪普斯嘛是做救援的狗仔，今年就要退休。伫退休之前，伊也是真拍拼去完成大概救援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跨边竞速世界锦标赛，这个比赛也到日本办路，而且这个比赛无专用场地，伫市中心的公园就会当比赛，民众也会当真晚间用亲目睭看这个比赛咯。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5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4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美国看因的光环节，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